咁咧，我點解會留意生物醫藥咧？就係由呢度開始。TEN 呢個大家都有炒過啩？點解大家會覺得佢會掂㗎？有個 AI 兩個字咯。呢個就係講估計技巧嚟嘅。Cathie Wood 啦，又買咗之後咧就爆炒啦。Cathie Wood 買完之後30幾蚊升到90幾3倍咯喎，好多嘅你未必會追。個市場咧，因為 AI 關係會諗起生物醫學，因為 AI 可能會令到佢嘅成本降低咗，令到佢研發加快咗。跟住咧，港股嗰堆股咧，就2018年上市嘅，8年啦，係啦，差唔多有第二個嗱頭先嗰個科技曲線差唔多又開始上翻嚟啦，係啦，咁我就會留意到。香港一大堆醫療嘢啦，咁 DeepSeek 出咗之後咧，生物醫學咧都係全面係向好嘅。我最早咧留意到歌禮嘅，係啊，嗰陣時係喺呢度2個幾3個幾，哇好貴啊，不如等啦，等2蚊啦咁啊，跟住咧就一路不回頭升咗上去。咁點解佢會升咗上去？你會發現咧個股價升嘅時候咧，通常會出啲好嘅報告出嚟俾你嘅。發現咧歌禮好多嘢，去咗3期完咗啦喎，而家關鍵臨床又出啦喎。炒下咧，佢無啦啦掉個報告出嚟，喂！我呢隻藥非常之良好嘅。如果想聽更多 Benny 嘅經驗分享同個股分析，就捉緊機會報名投資速成班，面對面同3位導師交流問意見啦。